啱啦，打到啱啱呢個跳大架嘅雙紮股。唉，我而家睇見啲人打鑼鼓夾演員，演員又唔夠到，鑼鼓又心急，半支冷坑。所以我上堂咪話3照片嗰度咧，褪後咧，你過咗中位，一定要去到1毫米。然之後咧，下一個動作咧就係3毫米做雙紮股嘅動作。咁喺呢段時間咧，如果你唔啱到咧，就會影響個節奏同埋個動作。不如示範下。好啊，拉開拉伸嘅時間，我哋應該去到1毫米，但係有啲咧嚟到呢個中間位咧，就已經跳啦，1下、2下、3下，完咗跨腳，量咗上，咁到雙紮股嘅時間咧，佢都冇位行啦。咁但係你做晒動作咧，人哋個鑼鼓都未到雙紮股，所以個位係唔啱。量咗上，呢個位咧就喺翻1毫米嗰個位度啦。咁因為1毫米同第3毫米個距離咁遠，咁你喺呢處咧雙紮股嘅時間咧，一拋咗馬邊就有個衝前行完咗起個小跳，跟住雙紮股呢個就咁集架啦，咁樣啦。